泰国大城府连日暴雨，加上湄南河水位暴涨，当地爆发严重洪灾，多个地区被洪水淹没，宛如水中城市，已造成至少20人罹难。据当地防灾部门通报，洪水波及全府11个县、136个乡，近900个村庄，超过6万3000户家庭受到影响。许多民宅、学校和宗教场所全被洪水给淹没，日常生活几乎陷入全面停摆。虽然现在上游水坝已经把下泄量调低，湄南河水位略有回落，但多地积水仍横生，救援行动面临相当大的挑战。面对严重洪灾，许多居民依然选择留守家园。为了出门买食物或到工厂上班，他们只能划着小船，顶着急流和寒风前行。目前，乡行政组织办公室成为全乡唯一没有被淹没的地方，并暂时作为灾区的救援指挥中心。